拄则我看到这个确诊的病例甲死亡的病例，为了防疫，全台湾拢真紧张。民众呢，千万唔通乌白传无经过查证的消息，因为就算你转传尔，嘛会犯法。有一个住伫南投圣诞的农友，转打一篇文章，讲当地某一间店的头家，规家伙拢确定去为着武汉肺炎，佮写对方的地址，拢共公布出来。当事人透过朋友澄清讲，伊是为中国返来台湾了后，依法伫厝隔离，身体真健康。虽然讲圣诞的农友解释讲，只是转达无恶意，也毋过有缘被依照传染病防治法上班。就是这篇写头家对大陆武汉返来，确定是南投市的人，嘛确定传染肺炎的文章，被单省农民转达到民策社团。内容甚至将对方的地址公布，爱大家离较远一点啊，也佮讲这是南投第一例引起袂少人惊吓。不过其实这根本就是假信息，被影下当事人委托朋友出面澄清。现在健康，身体都很健康啊，对啊，只是说他迫于无奈，他是怕人家说看到他会害怕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在家里待14天才出来。当事人决定要提出妨害名誉告诉，刑事局看到大盘了后嘛，主动侦查，认为单省农民确实散布无实的疫情信息，就算伊到案本该只是转达，但是同款违法。传染病防治法也是第63条也有明定啊，这个有关疫情的相关资讯是不得任意散布的。刑事局提醒，即马全台拢加强防疫，不管是转达或者是转传的假信息，面临的刑责拢真重。民众看到任何有关疫情的信息，拢要详细查证，而且千万唔通乱传。